碰到个神经啊！妹妹，你讲嘢子了，你就有干啥呀？哦，妈，我人家身体怎么就扭到啊？啊，莫对伊上个有诶无诶啦！嘿啊，也都难讲嘞，天有不测风雨，那日妈妈这个用的嘞，俺就。你讲嘛，那妹妹学答是当地妈妈的个小妈个，我同你讲哦，你人白走了以后，坚决不留不你啊！因为人来讲那种不好之姑娘，莫留到用心不安哦。你觉得不大心，不带影响啦？妈妈哦，你追上来，还会做来最好这个东西。那么，在这来 PK 啊，看那小只有自己在动漫个比赛。等下，你用啥？我看你了片呢，有看到冇呢？我嘛，没用啊，平常时讲，我是都会爱出给种的，从个下我没爱设计啊。我平常时哦，还有带妈妈出去了呢。妈该出去了，嘿妈妈强带人出去看无？出去个是爱出给用的，出给六数个都冇比妈妈呢。哎哦，有送妈妈生日礼物啦。妈该生日礼物，你送妈该，你送刮胡刀呢，哈的。哎呦，好嘞，比妈该喏，你再讲个不得不正啊，你还离了比他忙死的呢。哎呦，妈妈，俺唔管啦，俺迄来嘢，唔系妹吼，要嫁出去，唔好人来抢啦。你嫁出去嘅妹啊，係嫁出去嘅水呢？妈妈，我唔係嘅講好啦。哎呦，真係多事意呢，你還冇死得都俾碌死呢，用啊用意用干啥啊？哦，原來個上漲個戲劇通情係做真境界哦。有咩？没啦，淺顯屬意。唔來啦，喂，來輪啦，唔係啦，我想去做一下。有錢你也講過，平常時冇按到錢都得不為產啦。不過假使講愛好，真緊拄到安樣個問題，會挑哪動頭？愛第一種方法是係唔係先到內容資料寫下來後，是唔會有乜個問題留下個證據咯。你講嘅咩冇唔錯啦，不過真係好多一些咧。唔係全部。係啊，你有講呢，下下來嘅書面資料啊，都法律上講做很多遺囑啊，遺囑。那其實遺囑嘅做嘛，就會講，因為你拿幾多生前啊，吼，幾多上看你講，假使講啊有意義，迄真係唔拄好高神咧，有啲錢啊，人某個人差用來分，分萬年，萬年要分幾多錢，佢要先上，是上好嘅時候，佢就會先下下落，佢就希望講，迄某個人做得只有加醫師，然後加啲財產，加錢，加財用分好一樣嘅。其實講正經嘅啦，下遺囑按一件事情啊，都法律上講有眾多不同的方式，那每個方式其實也有點複雜，那法律啊，佢都為了要去避免講，會不會人家構成的公看難堂地會就死無對證啊？你根本就唔提供給一開始下一次給醫師很用的，沒辦法確認。故說那個要件啊，其實非常嚴格，然後非常複雜的。係哦，所以假使講拄到安樣嘅事情，你會冇可能嘅認，可能有冇可能嘅想法，可能咪冇辦法確定係唔係真嘅係記寫嘅呢？有可能都帶安樣嘅事。大概有講到嘛，法律對這件事情的規定係非常嚴格啦。故說真的太這個係唔拄好有這個需求哦，有這個需要的時候，還建議大家做對一群專業的律師啊，或者法律人員都做協助啦。你總算入簽就在傳嘞，平常時是老大家講，就是都不要去找律師，不要打官司好，根本就傳到簽嘞。因為呀，真的是比較特殊的情形啦，那這個也可能對大家來說影響也很重大，所以還是希望大家可以有個專業的人可以幫忙。不過假使講拄到阿媽阿婆嘅情況，佢真緊動好嘅來哦，無論佢用辦講，哎呦，佢是到全部嘅錢通情本佢來哦，該佢冇有是冇半點錢，3分半兩講3講點。法用紅紅的講，冇用衝的。我從個正經動好他。有機非常講。好，那個先來要回答你的問題之前啊，你要先來搞太家講，所以萬年做得分到錢。好。因為唔係講青菜萬年就做得一本騙你的遺產嘛，哈。遺產要怎麼分？要分給誰？來。有準備嘅考，我係冇。我唔錯，來。你啊。
哎呦，顺序怎么排？爱让因讲，其实吼，你爱学教育教过，香港爱系共鸣写信上哦，看得出来吗？和共鸣的面，所以爱地你看不出来，很失礼耶哦。你系咪话到爱紧紧为地，所以是摆得很接近，和爱地嘞。当然，其上应该是系日天为入公婆啊，不是老公就是老婆日天为。当然继承人，韩国可能结婚嘅法律社會提這個順位是係直系這邊是社會，不過可能冇強社會是做得本嘅父母也愛，韓國假使講合唔合有兄弟姊妹，冇是阿公阿婆和蔡介法，佢就是係提3到提4順位係冇。真的有特殊。有。好啦，冇錯啦，唔擺喺順序對嘅啊。不過入邊有留喺甲講哦，今日喺讀到講，像阿婆佢有生日嘅嘛，好，佢有生日，佢有來嘅有妹嘅，有生日嘅，本到一片之後，會不會做冇了？哦係哦。佢順位喺講，第一順位有的話，2、3、4就沒有。那假設講，今日佢喺講，哦，佢冇講生日嘅，哦，佢冇講生日嘅，那記住沒有第一順位的嘛，他就會掉到第2順位的亞歐一片。那亞歐有本到，那會不會3、4就也都沒有了？哦，故作不是說全部人做本到，係講佢都那隻順位做本慢。係哦，我話到你啊順時是係通勤本到，我那都係錢是動少。好啦，你所以裏面太複雜了。不過法律的規定其實就是說，如果有哪一個順位有人的話，就到那裡就為止。哦，不過我挑些問題到你啊個順時有乜個關係呢？把那個順序弄清楚之後，我們接下來就要講的是法律有2個特別的規定。那第一章很多應繼分，第二章很多特留份。你還有乜個意思呢？應繼份顧名思義就是應該繼承的份，應該會拿到，應該會拿到的份。那第一章特留份就特別留下來嘅份。好，這個簡單講起來很難啦。好。那我們來直接案例，好，案例解釋給大家聽。好，你來考。今日阿婆佢假設講叫900萬，900萬，那佢有一個老公嘛，一個來嘅，一個妹有23年嘅，33年，33年會本那啲錢，那佢用會本。啲900萬係冇。所以當然其上嘅是係佢老公就聽為有，韓國提順位是係佢兩個社會，所以33年該兩片是係寫均分，所以突然變數學題，900萬除以3是係3年拿到300萬。真的，我們說數學很好哦，考數學比較緊張。我們說啊，所以我們這邊有講到應繼份，就是應該要分的份額嘛。那應該要分的份額，要譬如講，佢係有直系血親發，比如子女老配偶的均分，比如說900萬就會除以3，一3年就分300萬。不過像大家講到的安尼啊，好，阿婆佢動息嘅來嘅，佢從本本嘅來嘅，佢每本嘅買嘅，安尼做對冇？太細性做。太細性其實做唔得咯，因為法律有規定哦，特留份就是特別留下來的份嘛，所以法律為了避免這樣的情形發生，為了保護說你買嘅其實還是應該要分到一點點東西。比如說這邊有寫特留份是多少？應繼份的1/2，那300萬的1/2。除以300除以1，除以2，150萬。你這數學真的，突然考我會緊張。啊，沒錯，就是150萬。姑說啊。不管阿婆多不想給他的女兒，楊某也最少就可以爭取到150萬的特留份。哦，所以就算佢個遺囑啲輩都冇寫為本幾枚啊，佢慳係就得拿到。係冇錯。不過啊，雖然談起來呢保障當好，不過假使講啊，該來嘅食材係當壞心對阿婆當唔好嘅時節，佢慳係就得拿到哦。你就民法1145條啊，其實沒有規定按你嘅事情。他動到不好子啊，那沙皮新聞動到要看到講，佢為到錢啊，哦，以此給這個爸媽啊，哦，其實按呢情形，他法律也不可能再保障他的權利啦。比如說，如果是有特別故意要去殺害被繼承人，我們通常講的爸爸媽媽的話，然後某種以開心來兄弟姐妹，讓那個人數變少啊，分到比較多，某種用偏啊，用暴力威脅啊，用按呢情形來發，其實法律都有規定說，給他做壞事，你有可能會喪失佢繼承權。
哦，所以假是讲拄到该来了啊，唔但强系可能其他爸妈某是打机苦头机，韩国唔照顾机掉妹妹，总得奋斗。大家还是要好好的照顾自己的爸妈，因为没讲你都系啦系啦，平常时是好好照顾机掉啦。不过我还想到一个问题，是可能机掉留下来嘅，唔系钱的，唔系爱，系债系冇。哦，有可能哦，有的人可能佢生活可能过得唔清吼，佢可能冇必要加钱，银行有加钱，啊，佢会不会留下来，佢可能就会债务问题。不过以前人哋就会讲父债子还啊，较做实有安尼管样。不过以下其实法律规定，其实全面改成人哋就讲的限定继承。哦。啊，限定继承的意思就会用来讲的，记住讲，因为佢喺留下来有一些的钱，还有怪呢，里面有部分的债务啦，那佢会先用给留下来的财产去赔那个债务。抵消的概念。他讲某钱的话，结果就是债务比较多嘛，哦，下面钱它陡，那债务比较多的情况，折抵过后就是这个负数，好，负数的话，给出不会再要求再跟那个继承人拿去给他钱的贴，就以他已经冇安尼管呀。哦，不过呢，大家还得注意哦，因为啊，孙女留下来的钱，嘿，到底有比债务多还是比债务少，其实是很复杂的一件事情，因为。像一般人可能有好几个账户啊，财产可能也分散在不同地方，故说我一查其实有点困难，所以有位债权就债主有嘛，你会先不管3721，那先供，哦，那先供，反正你一查摸那就算了啊，有位方啊就都会拿到，故说一般来讲，你就喊你建议大家。在发生可能父母不小心过世的情况下，要注意那个财产，会赶快去清查财产。因为你其实平常时妹妹唔知爸爸妈妈系用办安排几个账户和几个钱系冇。咁讲緊談過，都到安樣嘅問題，其實是做得用拋棄繼承，直接留下來嘅錢未好，留下來嘅債未好，通常是拋棄是唔會入嘛嘅問題嘅係冇。最近好像。越来越厉害。那到水妹就会見到經濟。好了，抛棄繼承其實你就會講，爸爸媽媽留下來的債務可能比那個錢還要多的時候，那我就根本就唔想去算，那就弟弟莫不會搶動到錢，而算就冇意思嘛，浪費時間，還會不能夠，那我可能就直接去申請拋棄繼承。那唔過大家看你個安排，係啊，唔啲拋棄繼承用嚟做。拋棄繼承咩就發展，係輕易係馬上。好啦，發展吧，應該發展啦。我就啲唔啲啦，嗰時我已經準備好答案。哦，因為啊，你就係真係有安尼需求要拋棄繼承的話，我提早注意就是時間問題。得知可以拋棄繼承的時候，3個月以內一定要老家的程序周停。哦，總得講，我們慢慢的投啊，慢慢的投，其實那個時間就超過就沒有用了。所以那個時間係可能爸爸媽媽冇事嘛啥，高興嘅時間開始算係冇。應該係講抵到的時間。哦。因為有可能有的情況一下。疫情啊，以前過去有疫情的期間，你可能你投國外，你國內的情形，國內你爸爸媽媽可能不小心過世，可是沒有人通知你，那你投國外，你轉到國內，你將抵到安尼事情，發現到大家用時，除了抵到嘅時候，嗰時候也偏下得知可繼承的時候啦，3年，好，起算點係安尼算，好，那第一大就會講，我準備那一些東西。然後第一招就可能講，哦，我們被棄的人你要去戶政事務所一除戶嘛，哦，有除戶謄本啊，還有確認死亡的死亡證明書，還有啊，去改戶籍謄本，啊，還有印鑑證明啊，印鑑章啊。看麻煩的就會講，去改會做一張繼承系統表，這個做，要自己去填，因為這樣你去改張底講爸爸媽媽，你還有沒有兄弟姐妹啊？你的繼承的系統大概是怎樣？家裡有哪些人，只有自己知道了。好。還有啊，可能還會統敵下一個順位的，因為下一個順位的人你拋棄之後，下一個順位的人佢會補上來安尼。哦，所以係提啲順位嘅拋棄，可能在就會留給下啲順位嘅人，要當從容呢。冇錯，就說啊，其實拋棄繼承呢，要到制度要使用也是很多地方要注意啦。大家也是，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話，今後我們就可以詢問一些比較專業的人士，因為要。
对于这件事情就是各位啊，会不会这样补助看难啊？嘿，所以根本嘅是提出一实施的，让大家来分享，希望大家去学到，爱一道了是最美是提倡大家嘅思系，注意到带留下来嘅系爱啦系材料，所以希望大家去学到咯。假使广东好可以节目感应，就在客家田时推介面书 YouTube 去点赞发了了，法律里转，张来了。